今日新闻头起先就赶紧来看这大雨的灾情。高雄是对透早开始大寮、大树、鸟场这寡所在都有积水，这大树有一寡路段是到过道水也退袂离。气象署就表示，这中南部的雨势上无大，要到明仔日时过才较停。为着保护民众的安全，市府是到下晡5点半进前，已经撤离山区、桃园、茂林6区，计共528人。高雄天气无稳定，过道了后，市区变大雨，有的所在积水，水还未完全退。中午过后，高雄雨势是间歇性的下，不过呢，在大树区瓦错街这条路，您可以看到呢，其实呢有一些水呢是还没有退去的，积水呢一度是深达成人的脚踝这么高。当地居民讲，大树的瓦错街，只要雨若较大，就会积水。关键是因为车路两边边仔无水沟啊。足早就拢无水沟，拢无水沟，你无做水沟，就拢逐摆嘛积水。气象署的数据显示，13透早到下晡2点半。高雄市累积的雨量排全国第2，落雨上侪所在伫大树区，有甲273毫米，予大树早起几个所在淹水，九曲洞就是其中之一。有甲正8公斤的人空挂，去互强烈的水流冲离开地面，车路袂输变做水路。店头的物流箱嘛伫咧路面流来流去，附近的暗坑积水有甲180公分悬，是紧急封路。趁下晡水有较退，清洁人员赶紧清理排水坑。也若鸟场东风巷早起，嘛因为雨势规趟倒，车路规个淹水，还佫有骑奥多摆的人差一点仔都没倒。你这样还经过？没办法，要上班啊，所以要过。这届落雨主要是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增强的影响，中南部的雨明显较大。气象署提醒，这款天气会为下暗持续到明仔透早。今天主要雨势最大的地方，大致上就会是在南台湾的部分哦。我们看到，特别是在高雄、屏东，不论是平地或是山区，大致上都有来到150毫米以上的一个雨量。这届雨大部分落伫台湾南部，高雄市烦恼雨真大，山区会有灾情，嘛甲山区的居民疏开。到下晡5点半，桃园、茂林、甲6区拢总撤离528个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